有人認為呢位嘅上帝其實同佢無關嘅，因為上帝高高在上，同佢係生命、同佢人生、同佢生活係完全冇關係。但係今日我哋所分嘅經文係同你講，上帝係好關心你。即係經文點樣講咧？佢記載喺詩篇第11篇第4節，佢話耶和華在他的聖殿裏，耶和華的寶座在天上，他的慧眼察看世人。原來上帝雖然佢喺天上高高在上，喺天上嘅寶座裏邊，但係因為人係佢最重要嘅創作之一，所以佢其實係好關心人。佢嘅慧眼咧係睇世人，無論你行善或者行惡，或者行喺正道上邊，或者行喺邪道上邊，或者你去認識佢、敬畏佢，或者你抗拒佢、去叛逆佢都好，全部都喺佢嘅慧眼當中。慧眼係代表上帝最高嘅智慧嘅眼睛，佢睇得好清楚，睇得好明白。因為上帝係全能嘅上主，冇一個人嘅活動，冇一個人嘅生命，冇一個人嘅生活，無論你嘅思想、語言、行為上所有嘅嘢，佢全部都睇得清清楚楚，因為佢係全能嘅上帝。所以各位喺呢位咁偉大聖潔嘅上帝面前，我哋要經常提醒自己唔好行喺罪惡嘅道路當中，因為人有陣時貪圖，按照聖經所講咩啊？貪圖罪中之樂。我哋有個本性，呢個本性就好中意走去罪惡當中，因為好想享受當中嘅罪中之樂。但係你所有嘅行為，要話上帝都睇到。佢有一位公義嘅主，按照聖經所講，我哋有人係將來會面對咩啊？上帝公義嘅審判，所以人係要為自己所犯嘅罪，為自己所做嘅所有嘅行為要負責任。我哋走唔甩嘅。各位，所以我哋要明白呢位耶和華上帝，佢唔單止慧眼去關心我哋，佢嘅慧眼亦都去睇實我哋，使到佢公義能夠彰顯。喺上帝咁聖潔嘅面前，老實講，我哋每一個人都係一個罪人，我哋冇辦法去完完全全成為一個義人，唯有靠耶穌基督嘅寶血赦免我哋嘅罪，使我哋話能夠稱為義，因信稱義。係我哋基督教最重要嘅神學信息，因信稱義。我哋唔係靠我哋嘅好行為使我哋稱義，唔係靠我哋好行為使我哋罪得赦免，係完全靠因信，係相信耶穌基督十字架嘅寶血赦免我哋所有嘅罪，使我哋能夠咩啊？稱義。